有邊一位？跟住係麥生。好嘅，麥先生 ，hello 你好。Hello，麥先生，我係麥先生。係啊，你好啊，呢個喉嚨好啲未啊？多謝你啦，我感覺好似好咗好多咁樣。係啊，我都聽你把聲係順咗好多。今晚想唱咩歌啊？我想唱首歌嘅名叫做《我們走遍祖國大地》。我們走遍祖國大地，係咪又係好激情嘅歌啊？係啊，都幾激㗎。我提一提你啦，如果你越唱激情嘅歌咧，你嗰個頸啊、喉嚨咧，你越要放鬆，知唔知啊？唔好緊緊咁樣，好似罩住佢咁樣。越放鬆咧，你就越唱到激情嘅嘢㗎。如果唔係咧，你越箍住條頸咧，就唱起嚟咧就越辛苦嘅。我試下啦，因為喉嚨好似好啲咁，我就試。而家開始啊！可以開始。1、2、3，開始。我們走遍祖國大地，錦繡河山更加壯麗，更加壯麗，任憑征途風雲變幻，鮮紅的太陽永放光輝，紅太陽照耀我們奮勇前進，高舉起改革開放偉大紅旗，紅太陽照耀我們奮勇前進，團結起來，爭取更大的勝利。我們走遍祖國大地，東方精彩，晴空萬里，晴空萬里，革命航船乘風破浪，英雄的人民所向無敵，紅太陽照耀我們奮勇前進，高舉起改革開放偉大紅旗，紅太陽照耀我們奮勇前進，團結起來，爭取更大的勝利。我想問下呢首歌咧係咪70年代末期㗎？呢首歌係60、70年代嗰時嗰啲革命歌曲嚟嘅，而且咧而且係一首呢個政治同埋呢個個人崇拜色彩好濃厚嘅歌，所以我改咗佢啲歌詞，我改咗一啲歌詞，同埋我甚至連個歌名都改埋啦。因為呢首歌太過真係唔唱得，唱咗出嚟對俾人鬧啊！哦，明白。OK， 咁好啊，多謝晒你話，你都好有心嘅。OK，拜拜。好啦。我的心一直想一想，一直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我想問你咧，你係咪就係麥生嘅仔嚟㗎？Hello？係咪啊？唔係啊，佢可能感冒啊，因為佢係女仔嚟㗎。佢係女仔嚟㗎，哎呀，對唔住啊，唔好意思，我搞錯咗。因為佢有感冒，佢有少少感冒啊，上個禮拜打電話唔唱得到啊。哦，上個禮拜打電話嚟唱唔到係咪？跟住呢個禮拜咧係有緣，卒之可以聽到嚇。好啦，多謝晒。佢等住啊。多謝晒。好啦。